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16，咱做伙来读弥迦书第3章到第7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章，我讲，哪国的首领，以色列人的官长着听，恁竟毋知什么是公平，恁仰慕良善，以爱笑，恁剥人的皮，剔人的骨，恁食我子民的肉，剥因的皮，讲断因的骨头，剁一块一块，亲像买落鼎子的肉。有一日，恁要求叫上主，毋过伊袂应答恁。迄时，伊会面越走毋睬恁，因为恁有做邪恶的事。有关带我的子民行迷路的先知，上主安尼讲：因的喙漏米通报，就讲平安和平。人若无用米踢因的喙，因就对遐人宣战。所以暝时要到，恁看袂到异象；黑暗要来，恁袂当卜卦。对恁遮的先知，日头会落去，日时会变暗暝。迄时先知会见笑，卜卦的会闹开，因拢黄喙点去，因为上帝无回应。我咧，上主的神，互我充满气力、正义感甲勇气，通对雅各宣告伊的过失，对以色列指出伊的罪。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人的官长，着注意听。恁仰慕正义，颠倒是非。恁用火建立锡安，用罪恶起造耶路撒冷。恁的首领审判的时收贿赂，这是为着工钱假释，先知为着钱解说上帝的指示。因竟然甲奉上主的名讲，上主伫咱中间，灾祸袂临到咱。所以，因为恁的缘故，锡安会亲像田互人犁，耶路撒冷会变做土堆，这个殿的山会变做树林的山峦啊。第4章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，万民拢会摇活来归伊。万国会来讲，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伊会伫万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远的强国排解纷争。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这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嘛免阁学战争。逐个人拢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，无人会甲因拍生惊。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亲嘴讲的。虽然万民拢靠家己生命的名生活，毋过，阮要奉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行达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组织卡拜的，调集受放逐的，甲我捌互因受苦的。我要互摆卡的诚做所剩的子民，互受放逐的诚做强国。上主要伫锡安山做王伫你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耶路撒冷啊，锡安城的堡垒啊，你做羊群的守望台。早前的主权要阁归互你，王权要恢复互你。
你是安怎在大声哀哭？是因为你无王，大神死了了，你才亲像产妇催阵痛苦是无？锡安的子民啊，你会亲像产妇催阵痛苦，因为你会离开这个城去住伫野外，去到巴比伦。毋过，你会伫遐得到解救。上主要对对敌的手中甲你赎回。现在，真侪国家已经联合起来，要攻击你。因讲，得互锡安受凌辱，咱通亲目看着。毋过，因毋知上主的心意，无明白伊的计划，伊已经甲因组织起来，亲像收集迷菌伫五谷场。上主讲：锡安的子民啊，起来，论五谷，我要互你剃个角，重的骹蹄，通拍碎列国，将因所抢的物摕来献互我，将因的财物献互普天的主。第5章，锡安的子民着组织真侪军队，咱受围困攻击啊！因用棍抵抗以色列领袖的喙皮。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大宗族中虽然微小，毋过有一位会对你遐出来，为我治理以色列。伊的军员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，所以上主要将伊的子民交互对敌，直到迄个在崔俊的妇人人甲囝生出来。迄时，遐个狩猎要活地的同胞会倒来以色列遐，伊要靠上主的气力徛起来，奉上主伊的上帝的名的威严，牧养伊的羊群，互因安然徛起。伊会伫全地受尊最大，只为互咱肃敬平安。亚述侵犯咱的国土，攻击咱的堡垒的时，咱要指派7个牧者，8个首领反击。因会用剑治理亚述地，用拔出来的刀统治宁录地。亚述侵犯咱的地，吞踏咱的国土的时，只为解救咱。以色列所剩的子民伫万民中，会亲像上主降落的露水，亲像润得草的甘霖。因毋免倚靠人，毋免期待世间人。以色列剩落来的子民伫万国万民中，会亲像树林内百兽中的狮，亲像羊群中间少壮的狮。因经过的时会吞踏、拆离，无人会当解救。恁会赢过对敌，消灭恁所有的敌人。上主讲：伫迄日，我要对恁中间拄起恁的战马，毁坏恁的战车。我要毁坏恁国内的城市，拆毁恁所有的堡垒。我要拄起恁手敌人的射术，伫恁遐无阁有破怪。我要对恁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甲石条像，恁就无阁跪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。我要对恁中间飞出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佮毁灭恁的城市。我嘛要发大生气，报应无顺坦的列国。第6章，就听上主在讲的话，起来，伫大山面前提出答辩，互小山听到恁的声。大山决地
坚固的根基啊，着听上主的控诉。上主要甲伊的子民争辩，要控告以色列。我的子民啊，我有对恁做甚物？我有甚物互恁为难？恁来答辩。我有带恁出埃及，救赎恁脱离做奴才的地。我找摩西、阿伦、米利安做头带恁。我的子民啊，就会记得摩押王巴勒的计谋，甲比尼的囝巴兰因伊的话，会记得对实停到结甲发生的代志，通互恁知上主公正的作为。我着带甚物来就近上主，带甚物来敬拜至高的上帝，兼着用烧化祭，也是一岁的牛仔来就近伊。上主兼会欢喜清清食的羊羔，也是万万条溪的油。我兼着为家己的罪过献大囝，为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。人啊，上主已经有指示你甚物是好，伊要求你的是甚物？就是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敬畏上主才是智慧。上主对城出声呼叫，逐个支族甲城内的会众拢着听。我减话袂记得歹人厝内不义的钱财，袂记得无下规格的生甲斗。我减话用阮无公道的天平甲骗人的凊锤。城内的好野人充满强暴，子民拢讲白贼，因的喙齿诡诈，所以我动家己拍，为着你的罪，家己毁灭。你食毋久食袂饱，腹肚不时空空。你积聚毋久流袂条，你所存的嘛会伫战乱中受毁坏。你夜整无通收成，钱艰难嘛无油通抹身躯，大葡萄嘛无酒通啉，因为恁遵守暗利的规例，学阿哈家的歹行为，顺趁因的计谋，所以我要甲恁毁灭，互恁住伫遮的人受耻笑，恁嘛会担当我子民的见笑。第7章，我惨啊！我亲像一个人，热天的果子收成了，葡萄弄满了，找无几拍的葡萄通食，连所爱偷水的无花果嘛找无。地上忠实的人拢消失，世间无正直的人，所有的人埋伏要害人，逐个用罗网当伊的同胞，因的手专做歹代。大神甲审判官讨贿赂，官员公然要求因所爱的，因互相勾结，计谋做歹。因中间上好的不过亲像刺白，上正直的亲像刺仔篱笆。你的守望者所警告，审判的日到啦，混乱的日近啦。毋通信任厝边，嘛毋通倚靠朋友，甚至对亲密的某讲话，嘛着小心。囝藐视老爸，查某囝对甲老母作对，心无忤逆大家。人的对敌是家己家内的人。毋过我要仰望上主，要听候上帝我的救主。我的上帝会听我的祈祷。我的对敌啊，免为着我的造物欢喜。我虽然跋倒，嘛会搁起来。我坐伫黑暗中，上主做我的光。
我着忍受上主的生气，因为我有得罪伊。我要听候伊为着我的案件辩护，为我主持公道。伊会带我进入光明，互我看到伊的公义。迄时，我会对着看见，一定真见笑。因捌踢笑我讲：上主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会亲目看见，对着亲像街路的土糜受吞踏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顶见城墙的日到啦！迄日，恁会确定恁的领土。迄日，恁的同胞要倒转来，对亚述到埃及，对埃及到幼发拉底河，对即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即个山到迄个山，因拢要倒转来。毋过，即个地会因为居民的歹行为变做荒废。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管牧养你家己的子民。就是你的羊群，你的产业，互因踮伫有青翠草场包围的树林内，无受搅吵，亲像古早伫巴山甲基列安尼甲因牧养。上主讲，我要亲像带恁出埃及的日安尼，显出奇妙的神业，互恁看见。列邦看见，会因为家己的气力见笑。用手黄喙，耳孔踢地，因为亲像蛇钱土粉，亲像在烧的动物，摇摇带对蜜会空出来，因为行行行行归向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上帝啊，敢有别个神明会当甲你比？你赦免罪过。宽赦所剩的子民犯的过失，你无永远藏生气，反正以爱怜悯。你会过一本怜悯阮，将阮的罪踏伫骹底，将一切的罪过迄落深海。你连照你古早对阮列祖立誓的应允，用信实对待哪国，施了阻碍，互亚伯拉罕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，伫比加书第3章到第7章。